Hello， 大家好啊！我係譚朗，我係 Steven 啊，歡迎收睇今集嘅賽馬氛圍節目喎。今日同大家睇咧係4月1號啊，禮拜三晚，但唔係谷草喎，係田泥嚇，全晚都係泥地啊！全天候嘅賽道9場賽事嘅貼士嚇。睇貼士之前，先睇兩則馬圈嘅消息先啦。第一則就係女將袁幸堯咁終於咧就喺香港打地標戰啦。4月1號9場泥地嘅賽事裏頭咧，佢有5匹坐騎嘅，分佈喺1場、4場、6場、7場同埋9場賽事嚇。咁即係袁幸堯咧，佢就表示咧就平常心啦咁不過佢都即係 under 姚本輝馬房咧，咁就希望可以交出好成績同時咧，佢都表示咧對於泥地係熟悉嘅咁我就會覺得咧佢咧有3匹馬特別可以值得關注頭場嘅東方寶寶啦，咁因為對手唔強呢場咁另外咧7場同埋9場嘅天天灑落同埋黃龍飛將呢兩匹馬咧都係喺同程贏過，咁加上見習生可以輕磅咁嘅情況咧，有機會可以突圍而出嘅，有3匹馬值得留意好啦，咁另一則咧就係因為復活節都將至啦沈集成馬房咧就沈集成係休息噃全家去旅行，咁所以咧跑埋4月1號禮拜三嘅泥地賽事之後咧4月6號咧佢就冇馬報名噃咁大家擁躉朋友咧就要唞一個賽日下個賽日先至再去追佢嘅馬啦噃。好啦，事不宜遲啦，同大家睇翻嚟嘅禮拜三晚啦9場泥地賽事，我哋喜歡嘅，不如講下騎師騎師咧，我覺得潘頓呢一晚咧確實係值得留意翻多啲包括如果佢嘅首馬裏頭贏過同程嘅咧，特別係第8場啦，樂勝天下啦，又係嚟自姚本輝馬房而係佢人馬贏過嘅。同時咧就有9場啦，咁就係精英雄心，就係廖康銘馬房馬房喺泥地都叻嘅咁今次就初陪潘頓兩匹馬嚟自潘頓嘅坐騎都係贏過同程必須要選甚至乎做膽都可以嘅。好啦，同過往一樣啦，都係同大家貼2場嘅單 T 嘅項目無獨有偶咧1場2場啦都係會揀到蔡約翰馬房、貴福特馬房咁樣嘅。好不如就先講第一場啦5班1200米泥地我揀嘅3匹馬咧就係3號嘅銳一潘頓嘅。5號嘅魅力星同埋咧9號嘅東方寶寶袁幸堯噃3號、5號、9號。頭先話齋咧呢場咧都幾值得揀袁幸堯，因為對手咧其實就參差啲銳一啦、潘頓貴福特馬房嘅3檔馬馬匹曾經喺1月21號365夜馬5班田泥1200米就跑第2，輸俾魅力星。而魅力星當然今場都有出，咁我都會要啦。但係頭先講過銳一咧喺365場次咧就配田泰安嘅，而今次咧就係亦配咗潘頓。呢個當然係一個好大嘅改善田泰安暫時今季到依家為止，無論谷草、田草泥地總共合計嘅上名率都係20個百分點左右潘頓咧都挨近4成8、4成9，咁所以係絕對係強配啦魅力星5號就係田泰安同埋蔡約翰馬房一檔嘅。呢匹馬咧就亦都係贏過1月21號就係365場次就係佢贏緊銳一又4分3馬位。不過咧頭先銳一就由田泰安就亦配潘頓就惡咗啦，魅力星咧反為就由艾少禮贏完之後入亦配田泰安，因為艾少禮上名率其實都高27嘅，你變咗亦配田泰安就相比之下係比下去，所以呢匹未必敢做膽嘅魅力星雖然佢贏過銳一
咁另一匹要嘅咧就係9號嘅東方寶寶啊，遠亨耀同埋姚本輝啦嚇。咁呢一晚第一場賽事就幫師傅去騎馬啦咁樣。喺1月6號啦，匹馬親自去做試閘，由潘明輝試閘咁啊跑出個第3。嗱然之後咧就喺較早前咧上季尾5月7月跑過第3同第2嚇，咁今季初9月同10月就跑過第2同第3，咁分別就係9月28號啦，045場次啦，10月30啦，134場次啦，就係配搭潘明輝跑第2同第3。有樣嘢需要留意啦咁就直到上仗即係12月7號為止咧，呢匹馬都係嚟自徐雨石馬房咁今次咧將會係轉馬房去姚本輝旗下嘅初出嘅轉咗馬房之後嘅初出咁樣。咁都有個統計數據俾大家參考噃馬房轉倉初出嘅姚本輝馬房數據咧，就1 win 2亞同埋1季數據都有喺度噃，咁大家即管參考啦。加上因為遠亨耀都孭輕磅啦可以讓10磅，咁所以睇下有冇機會去突圍啦。一場5班1200米泥地，我嘅選馬係3號嘅最1、5號嘅魅力星同埋9號嘅東方寶寶好啦，然之後就同大家睇第2場賽事啦。第2場都係5班博咁就係1650嘅泥地啦。我選馬係10號大利好運，3號嘅悠悠乾坤同埋6號嘅1樂歡騰3號、6號同埋10號嘅，先揀咗10號先啦。大利好運啦，佢係一匹同程係相當之多證明嘅馬啦。咁包括喺25年4月上季季中啦，601場次，當其時配潘頓喺5班贏嘅。咁當然要近績佢亦都有上仗賽事咧3月15號515場次嘅時候配布文咁就跑出個第2，就輸俾上市魅力咁今次繼續沿用布文咧，就相信好大決心去保中啦人馬保中啦。好啦，然之後咧就要隻3號悠悠乾坤希威森同埋貴福特嘅配搭啦。呢對騎練咧今季其實都多功課交嘅，4 win 5亞同埋3季跑過3檔今次咧就睇翻喺1月21號啦，366夜馬場次，當其時就人馬配搭就贏咗嘅，今次再係維持翻原配啦，因為上仗3月15號515場次其實都係原配，但係咧就比較喺直路200米嗰度就未能增速啦咁跑過2跌啦等等，咁就睇下今次啦嗰個際遇上面會唔會繼續改善啦咁就跟手咧，我哋就要埋6號啦6號嘅1樂歡騰啦。巴道同埋告東尼嘅配搭咁其實我就比較稱高少少，係因為巴道騎師原因因為佢嘅上名率都25至26個百分點咁而呢匹馬咧都之前配搭中逆禮咧係有個同程嘅證明講緊嘅係24年啦，即係上季嘅12月18啦，273夜馬場次，當其時配搭中逆禮跑緊4班同程係跑第2嘅，咁輸俾天威，咁天威當然係泥地裏頭相當之惡。咁嗰時係4班跑第2波今次落到嚟5班波上仗喺跑谷草1000已經係落5班啦，不過嗰仗係谷草1000啦，咁所以落翻嚟5班，而又轉翻嚟跑泥地1650咧，我相信再配搭埋強騎師巴道咧，會係一個好好嘅條件，可以再一次去坐位就望贏2場5班1650泥地我重複一次，我選擇係3號嘅悠悠乾坤、6號嘅1樂歡騰同埋10號嘅大利好運好啦，貼士俾到呢度為止啦希望大家喺禮拜3晚泥地9場賽事裏頭咧可以贏多啲，我哋下期再見，拜拜。